哈马斯有放出更较侪人质。啊，毋过伫耶路撒冷的公车站，昨昏是发生枪案，造成3个人死亡。因若开枪的凶手就是哈马斯。啊，若伫以色列军方冒去拍约旦河西岸，有造成2个巴勒斯坦的囡仔死去。意外遮济，即嘛互做中人的埃及甲卡达，即嘛是头真痛，要争取个延长停战2天，恐惊着困难。另外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又搁去以色列访问，毋过伊表示，以色列应该即几天就会恢复军事行动。耶路撒冷这公车站30早起尖峰时间，有几啊人互2个凶手射杀身亡。以色列警方了后断死这个凶手，哈马斯也承认凶手是因的人。 לחסל את החמאס. שום דבר לא יעצור אותנו. 以色列加强伫约旦河西岸反恐行动，西岸北部多起昨年8岁甲14岁巴勒斯坦查甫囡仔被枪杀。看对方正残暴的以色列哈马斯一来一往，显示双方伫冲突甲休战谈判期间，原本就存在矛盾，豆豆的发作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东，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见面，会后表示，纳坦雅胡已经讲甲正清楚，最近几天会恢复军事行动。I made clear that before Israel resumes major military operations, it must put in place humanitarian civilian protection plans. 以哈休战协议一直延长，互如苍草的加沙得到休困。目前针对休战协议，局长参详埃及甲卡达继续咧谈判，希望佫争取2天的时间。以哈双方过去2天的冲击，突袭事件恐惊为谈判增加变数。公司新闻，王文玲报道。